咱市政府呢，甲咱市府团队呢，甲咱用心，甲咱经费用放做对一只吼，阮鼻头大牌做这个大型的抽水站，啊抽水机吼，改变有够多啦吼。就像过去，若伫遐淹的、伫遐落雨的吼，遐路就拢有水啊吼，有走袂离。但是经过咱市府甲咱用心，甲咱用挹注这种建设经费呢，啊，然后即摆今年度吼落遮济雨，遮一定拢大批批哦，路面拢无水吼，拢改善到非常多啦吼。改善够多。首先，我们要就是感谢市长跟议会这边的支持哈。那我们在这个地方哈，在透过水利署有投入的一个大概3000万的一个经费。我们现在原本的一个抽水站体，哦，它那个原本大概是只有那个2.8左右 CMS， 那现在整个已经提升到6 CMS， 再加既有的1 CMS， 总共是7，好7 CMS。这个部分，那整个其实这个站体哈，包括我们前期的大概投入了2500万，包含它设置的一些的防捞罩，哦，就是捞污机等等的哈。那这个整个设施大概投入大概5500万，5500万元完之后呢，那其实这一次我们在经过6、7月豪雨的时候，在我们的竹湾的整个这个竹湾的鼻头社区这个永安宫附近哈，这次的那个保护的效果还算还不错啊。这个社区的部分哦，对降坡可能也有强降5公分左右，但是这个地方都没有像过去有一些大幅的积淹水问题的发生了哈。掌握施政3分钟，台南进步向前冲。欢迎收看市政3分钟。麻豆区皮头里是台南市知名的易淹水地区。近年来，在台南市政府水利局积极整治之下，设立抽水站，安置抽水机，并加高排水堤防，疏通水道。在近期几场豪雨中，皮头里淹水情况改善不少，让当地居民都肯定市府团队的努力。治水没有最好，只有更好。台南市政府会持续加强各项水利建设，让市民生活更好。接下来，我们来听听韦哲市长怎么说吧。对东北市这边的这个淹水有短中长期。这短期的目标是能够这3个地方能保护起来。中期的目标后面的腹地包括总野排水它的负荷量还有刚刚提到堤防的这个高度，还有总野排入这个麻豆排水之后，整个麻豆排水它的负荷量都要列入考量。这个是专业的计算我们希望水利局定好这个短中长期的目标，能够逐步的解决这个问题包括中间需要的这个抽水站的前池的部分，还有包括抽水设备的部分，我们会跟中央再一步一步的争取并且配合地方的这个配合管，像在前瞻预算里面，或者是在水利署的年度预算里面，我们还有综合流域综合治理计划的预算里面，我们都来努力想办法把它做得更好。接下来请收看中嘉新闻。你好，是观众，欢迎收看8月31日的中嘉台南电新闻。因为30位民众被招投资却被欺骗，受骗金额预估超过5000万，所以立委陈廷辉接受被害者真情，并召开记者会，希望检调赶紧查清楚，避免有更较侪人受害。立委陈廷辉上午伫20-30位受害者的陪同召开记者会。表示有人利用招揽投资，却恶意来坑杀，保守的估计受骗金额超过5000万。其中嘛有身代退休的公务员，对此立委呼吁，希望检调单位赶紧查明，避免更较侪人受害。全部投入金额大概700多，然后已经拿回300多。都是股票，还有其他的，他的合约系列有10几种，而且再换。而且都是随着他的心情说转换就转换，因为他已经掌握被害者、受害的金钱，你只能听任于他，受要挟于他，他就掌握这种手段。我跟我哥哥2个加起来快要50万，结果我们一直问他公司的股东里面到底有谁，他也不讲，就跟我翻脸。到后来我们就到地检署去告嘛，
告到后来，他既然到处不管 FV 啦，还有群主都说我欠他1000多万，就是钱不还还可以还咬你一口，然后到处跟人家说我是个恶人，我是个神经病。你想这种这么恶的人，怎么可以容他在这个社会上呢？我们也不知道说他到底是用什么话术，让我们这些陈情者可以这么简单轻易就把这些钱拿出来投资。那目前我们接到的是，似乎他们一直不断的转换公司。那这些陈情者也说，在LINE里面曾经有看过。他用了我的名字，那我就在其实6月8号我就已经寄出存证信函，告知他不能再滥用我的名号。那这个部分我们也请有关单位要调查，也就是说到底真相是什么，也呼吁我们的一些民众不要轻易受骗。立委表示，对方伫咧招揽的过程，有时会用民意代表或者是办事处的名义，因此呼吁民众。如果听到或者是看到有人利用民意代表服务处的名义来进行招揽的行为，一定要查证，避免受害。台南新闻综合报道。迎接中秋，台南市政府31号提前举办中秋礼爱促销，借出来帮助台南市9间新兴障碍机构宣传中秋伴手礼，把好友社会大众发挥爱心，踊跃选买。疫情改变了真侪人的生活，就连亲朋好友之间，也因为防疫而减少互动，连带影响到需要募款的信众团体。市府因为知影这信众团体伫经营上的困难，31日特别举办2021中秋传爱幸福无碍中秋礼盒促销记者会，为台南市9间信众团体甲机构促销月饼礼盒，呼吁市民大众做伙发挥爱心，踊跃采购。许多社福机构他们的努力能够维持下去，那需要各位的这个帮忙其实不只是帮忙，不只是功德而已，它真的很好吃。你没看刚刚我吃的那么开心，真的很棒。因为这个起定挂波景虽然起定路本路打 call 但是我们还是真的要跟各位推荐这么好吃的这个食品我们欢迎，希望大家过一个快乐、美味又有意义的中秋节。所以很谢谢我们9家我们社福机构，你们精心研制出来这么好的产品能够带给孩子，能够带给我们长者，能够带给我们需要帮忙的这个各个机构，大家一起来帮忙。民众若是想要买月饼礼盒，会当伫网络上搜寻联心园、新德磁化、洪家客人庇护中心、随后一直中心、展艺烘焙坊、台南市脑性麻痹之友协会、调兴客人中心、嘉南疗养院以及四行河社福基金会等，拢会当伫个网站上直接采购。台南新闻张硕伟采访报道。伫本土疫情稳定的控制，全国各中小9月1号开学，不过校园防疫需求嘛真大，所以台南市中小学家长协会甲国际赛主会300伫湾区共同关整一批防护面罩甲快筛试剂，要互较偏远的学校。伫个议员柯玉玲的门下，由台南市中小学家长协会甲国际赛主会300伫湾区，总共17个分区。上午共同关整防护面罩加快筛试剂，予台南市的偏远各中小学，总共112间学校受惠。国小，我们赠送我们的防护面罩，还有包括我们的老师的快筛试剂，来给予我们的代理老师也好，或者是正式老师没有完成疫苗注射的也好，这等一下我们会让学校端。包括教育局端来做说明，这个快筛试剂如同及时雨，能够帮助学校让它在刀口上的防疫措施可以更完善。我们一直在想说，怎么样是现在目前学校最缺的，在不增加府方或者议会这边的预算，我们来尽自己的一个微薄力量，来抛砖引玉来做这样的动作。当然，坦白说，试剂我们要找的一定是国内最好的厂商，所以在这中间我们把时间拖得比较久一点。那这个部分
至少到今天我们已经完成这个阶段性任务。我们针对就是第一个偏乡或者是非乡非市的，还有就是100人以下的学校来做一个优先的一个捐赠的动作。那我想今天只是一个起航而已。未来，因为我们17个分会里面，每个分会的会长都有自己的人脉，有自己的地区。我们狮子会最主要的一个服务精神就是我们是在地的服务，所以有些会长你可能本身在地，以前可能在安南区，在其他各区域，甚至有些是跨县市在台南县的。如果有学校需要做这样的一个资源的话，我想都可以邀我们现场在座所有的同学，因为我们都称所有的会长每一年都是会长同学，所以可以邀我们这些会长大家一起来共襄盛举。因应高中小学9月1号开学，原本校方准备各项的防疫物资，包括隔板、吹暗、酒精等，因为中央甲地方拢有补助，并且准备。唯一较欠缺的，就是无施打疫苗的老师，必须每礼拜做一天的快筛。对偏远的小学校来讲，快筛试剂确实帮助袂少。快筛剂外面买一个要300-400块，300-400块。那大家知道的，我们100人以下的学校，预算这个有限，我们的预算是用学生人数去计量的。那因为有这个快筛剂之后，让我们的代理老师、代课老师，甚至我们立体上工啊这些人员，可以如期如实的提供我们学校，让照顾我们学校的学生。那最后真的是感谢我们师兄师姐，还有我们家长协会我们幼儿园的爱心。对我们偏乡的学校真的是一大的福音，一大的福音。所以让我们所有，尤其是4季，因为有譬如说那一些安心上工或者一些老师他个人因素或者什么等等也来不及打，甚至还没有满2周的，他们都是需要的那有这样的一个物资，那我们的学生真的就可以更安心，我们学校就可以更充裕。所以在政府与民间热心的民间一起来，我相信我们的防疫一定能够更完备。上午的关键仪式由市府教育局专门委员林古达代表接收，会后教育局嘛一一来颁证感谢状，感谢中小学家长协会、甲赛主会各分区的帮忙。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保警第2总队刑警大队日前巡线伫桃园、台中侦破3位非法的机房，透露有线电视信号，初步估计侵害著作权的市值高达上亿。会中并逮捕廖姓嫌犯以上，警方嘛呼吁民众一定要支持正办。一支一着编码器、接收器，那这个就是中天娱乐的讯号。收看电视节目要选择合法版权播送管道。保安警察第2总队刑事警察大队日前巡线在桃园、台中2地破获3处非法机房，道路 MOD 有线电视讯号源，查获电脑主机、网络分享器、有线电视机上盒等证物，初估侵权市值高达上亿元，并逮捕廖姓主嫌2人送办。那是一个算。警方日前接获多间电视台跟节目单位提告，只有不肖业者盗录讯号后，让民众有可收视非法讯号的机上盒收看，侵犯国内14家频道商跟日本5大电视台的智慧财产权。破获机房内不仅有盗录的数位有线电视节目，还有上百台机上盒同时盗录中，涉嫌违法著作权法重置公开传输等罪行。提醒民众，如果想要追剧看比赛，可以利用家中的电视机上盒加值服务，只要动动手指就能浏览超多精彩好片跟电视剧。千万不要冒险以非法影视盒子或盗版网站观看影片，这些非法内容随时会被抄家关闭，球场无门，也难以保障民众的收视权益，危害影视产业正常发展。呼吁大家踊跃的支持正办。记者赖伟一综合报道。先休息一下，马上回来新闻现场。
疫情虽然降低，部分餐厅嘛开放伫店内使用，不过未少的消费者也是减少食外口，降低被感染的风险。所以，就有素食餐饮业者特别推出调理包加热炒外送的服务，要让消费者伫厝内就当享受到餐厅顶级的青草。大火将辣椒的芳气炒出来，另外佫将素肉倒入去翻炒，最后佫加入特制酱料以及土豆，这道素食宫保鸡丁就完成啊！因为现在大多数民众因为烦恼疫情，会尽量减少伫外用餐。中村健康素食餐饮集团自9月1日起推出10万道素食日炒，提供选择。消费者只要伫前一天预定所需要的菜色，过当天来店取餐，就会当伫厝内享受到餐厅现炒的美味。我们有12道以上的热炒啊，可以提供给大家做选择。像我们里面啊，也有塔香海参啊、麻油山药啊、蚂蚁上树啊、猴头菇啊，都可以提供大家做选择。看需要什么啊，到各门市啊，它都可以提供服务。除了素食日炒，中村健康素食嘛推出调理包以及素食红烧面的组合，方便民众伫厝内自行料理。这一波疫情啊，导致很多民众啊都不喜欢到外出用餐，所以啊，我们长春素食啊也为了符合民众的需求，那我们也推出了料理包。料理包啊，我们现在有12种口味，所以你只要到店铺啊购买，我们回去啊加热啊，它就可以做使用。料理包的部分，那我们另外也有推出干拌面，那 XO 酱跟姜黄酱。像这些啊，你回去做拌酱、拌面啊，直接加热就可以做使用。随着中秋佳节愈来愈近，业者嘛制作了素食画饼礼盒仔，提供给消费者做参考。中村健康素食面对疫情，用正面的心态应对，规划多项的对策，让消费者食了更加安心。台南新闻张硕维采访报道。今年台南文旦大出，所以市府9月5号预计举办麻豆文旦节，31号提前规划当来宣传。根据了解，这摆产业文化活动除了好食以外，也有相关的文创商品，欢迎大家到时来中雅艺文中心参与。麻豆文旦节伫9月5号准备伫中雅艺文中心来举办，特别伫8月31号举办记者会，提前来为文旦节做宣传。记者会现场会用看到，除了文旦以外，阁有真侪文旦的周边商品，包括最近人拢有需要的文旦图案的喙罨，阁有印有活泼 Q 版的文旦束口袋，阁有其他真侪种相关的商品，邀请大家9月5号热情来参加。今天很高兴能够来到我们麻豆咱的麻豆公所所主办的这个文旦节感谢。感谢咱农会以及公所甲咱所有议员大家做伙来共同来协力。因为大家讲麻豆文旦已经足好啊，谁人佫要办文旦节，我是要甲大家报告，好爱佫较好。安尼要互抢市，要互起价，要互大家拢做爱食。若无以麻豆文旦、以台南文旦遮尔好的物件，其实咱讲起来，咱都唔免佫去东升，唔免佫去其他的这个通路来促销。那为什么要促销？就是要让更多人知道，让销路打得更开，然后市场打得更大，那这样农民的收益才会好。要顾好咱品质，互咱全国乡亲大家伫咧中秋节会当安心来食咱麻豆文旦，做上较好的品质的保障。咱这个礼拜，咱感谢麻豆区公所要办这个文旦节的活动，希望。各县市的好朋友，也是讲咱麻豆地地在迄个乡亲时代，咱会当就近来到咱这个中雅这所在，咱要有准备30打品质上较优质的咱这个文旦，欢迎各界来采购。记者会现场除了市长甲农业局长以外，立委甲议员嘛拢到现场替麻豆文旦节表达支持。市长表示，麻豆文旦是透过农民用心照顾甲栽种出来的。可能会有其他所在业者会假做因卖嘛是麻豆文旦，请市民咧采买的时阵一定要认清楚农会甲公所所认证的麻豆文旦。台南新闻刘品言采访报道。
今年受疫情影响，南区国税局配合财政部延长报税、停止柜台服务等防疫作为，总算完成近期多民众缴税大代志。为了鼓励民众伫厝内用网络申报，今年祭出78万元总奖金，上午公开抽奖。财政部南区国税局今年为了鼓励民众用手机用行动电话认证，以及采用税额试算来完成缴税，同款有机会抽大奖。31号上午，特地谢谢贵宾加媒体朋友的见证，公开公正用电脑抽出11个奖项，总共有1100得奖名额，总奖金高达78万5千块。其中第一抽头奖5万块，加第二抽头奖1万块的商品券，分别由嘉义县甲台南市北区的民众被抽到，相当好运。恭喜得奖的是台南市北区郑先生，好，恭喜郑先生。最跟往年不一样的地方，当然是名额有增加。去年是998名的名额，今年有1110个名额。那当然，奖金也有增加一点点。我们今年抽奖的总奖额，奖金是78万5千元。今年因为疫情的关系，所以我们特别有推出手机报税，好跟行动认证来完成网络申报。所以你只要是用手机报税或者是行动认证完成网络申报，还有用税额试算来回复确认申报的这2种人呢，我们加起来大概有将近85万件哈。那这些85万件呢，都可以参加第1重跟第2重的抽奖。那第3个不一样的就是，我们今年行动支付，你如果用行动支付去缴税的，还可以参加第3重的专属奖项500块。其实，趁疫情的时期，如何鼓励民众伫厝内报税，唔免来国税局，嘛达到安心防疫效果。而且今年申报总数87万外，对网络申报就有55万9千外件，甲去年比起来拢有提高比例。而且新增加手机报税嘛有17万外，显示民众已经一步一步摆脱纸本的申报。台南新闻管及何乔邦采访报道。现在来关心详细天气变化。现在是7分午后，地站雷阵雨天气，温度28度到32度，落雨记录5成，海面平均风力4级到5级，上加顺风6级。感谢收看8月31号的中嘉台南电影新闻，咱再会。